报纸100块200块，要寄来收回去就简单的，要叫听道理是简单的。无我辛苦叫你啦，我帮你听就好啦。我较早讲一老三咧，较早常咧讲道理，用听老三，伊那不知道无？但咱收电讲收电去，我一个报纸2000块啦，我嘛夹菜饭来个啊。我伊一个月报收电讲你一个月报纸2万块，你讲那夹菜我就袂来打。啊你2000块就要买人的时阵啊，这个你有别人以前做啥叫什么？是不是好好来打伊？不然做叫不能打。所以咱一日去会当比起讲这个意义，这是恁过去修来，所以咱一贯都是要听这个道理，不断都听道理，都是因为咱一定要亲近咱这个地方，给你好不会有的。可是这个就是看明一定能做好不哦，帮你讲我好不会有的，我这个做好不，我听你有就好啦，我不是叫你安尼哦。因为你会当做好，自己做不歹哦，做先到歹哦，所以伊咧其实真怎样，我都跳出着阿罗汉到素性的，咱过去就是要收费，所以咱一贯地主基本上都要收费，好，所以处理听非常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咱过去人就收空，我们就收，因为这个就困难，对我非常讲。建造的，哦，现在我到我讲过来这种，这个都会到的，被调起来情况，那你做来到可能规个这个调起来后，你拢讲无正常，对不对？你看我做起来不单单，你若要想单单去菲律宾啊，你的物件要保证落来啦，因为你电脑会这些物件。头前调过了后，都到表了去排列啦，都这一改啦，因为这边要改啦，你是看物件印的，真正到这边啦，对不对？咱过去咱菲律宾开发你都是，一个我点是说，我点咧，我点我点，既然那讲因为都调表啊，你这点你就调过了，哦，都到这个表来排，所以这就是呐，这是完全无一个地方因为疫情这样发生，所以第一，人体这是好一点。所以会当，除咱过去，咱科经理，咱新人周经理，一路来甲领导甲什么，我想讲，虽然咱的道路未做唔变，但是他们共同拍拼等于辛苦的，若无真正的规范，咱可行的道路来离开下达，伊等于辛苦的对个。这两个讲起来，无成就吗？客人等于拢成就等，唔是讲以前他们做咱是成就呢，唔是讲袂实在成就呢，世间有心人袂死啦吼，啊袂死比人惊呢，啊对不对？但是伊等于了后，伊系基础的，无正道无排解，无规范咱可行，那安尼当中，伊等于会改善，啊那安尼他们共同拍拼是好经理，要对新人经理出来，真正话是扩散。所以想方法，所以非常的容易，咱大家当共同伫遮拍拼，但是收到就再看表象，表象啊，能看这表面啊，爱看实相，伊真正有等于进步无，伊有真正得到改善无，这嘛是咱真正要了解的。啊，今日咱我着咱爱上，阮做人名是，阮做人名是我钱嘛，我这钱嘛好，以前是图片，足好的图片黄色政府。我若是做无对啦所以呢，我非常感恩啦。但是，那么将来教图片我跟家人讲好势，我做师傅啦我免去咯我为了就收用的，所以其实也从收用家庭地方好啦。但是，这回他们有性的，迄个当初的所选拔选出来这种，伊就17票拢到20票尔啦，我就17票，阿婆20票啦，19票、28票是17票啦。但是这回民选到当初30个，上票我3票7票，但是17票，这个讲起来头前排咧，可能是7名内底啦，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咱其实咱有信任，大家之间肯定的感受。所以呢，第一，人伊处理代志，咱爱想处理代志。然后
真正处理，然后有你真好吼，真正处理代志。第二，道理嘛，这个贵宾咧讲牙膏讲啦吼，单台老讲啦吼，所以呢，今日会当伊来才甲你处理，甲伊的经验，甲伊学习，这种结晶来讲完大家了解，互咱大家厉害，会当按照着这个方法来推动政府。反正会觉得政府也当平安方便，好不好？好。既然我们来做一下成绩本身赢，好，谢谢各位，谢谢。大伙请起立。感谢点传指挥前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来再请连队专家。接下来我们请这里的替我们准备。请将讲师这个前道躬，坤道躬，真讲师好，各位师好。各位所长，各位同事，在这对面在座大家午安。非常欢喜今日的一个节目来咱培训单位做些学习。那么当然，学校也有这个好的因缘不贵来感谢上天跟着支援。咱做事啊，我是最为了老大爷留影带的。咱老前营高档一些，就咱以秀才的一些，咱责任大些，我们都有承到了点人师的护庇还有咱前人的恩惠还有我们同点人师在座各位浅浅的努力成全，那么或许才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各位浅浅共同来学习。那么当年。非常的欢喜拄则咱电传师已经甲学校内底资料讲到一半呀，所以我等下就够困过来但是各位咱拢知影，伫这个5期交替的时阵下晡时的时阵，是咱大家各位前年咱会知影有可能就是去做生理嘛所以咱来甲咱的范围用伫这个下晡。那么咱爱上互家嘛，规个咱赵老师咱将总体前嘛拢是会使去参加咱爱上的这体育班，那么下晡再来听好戏，会使讲非常的欢喜，可是互较了解。拄则我就甲咱的以往先生讲，我上要困醒的，因为会使听到就爬来会跟伊甲咱赵老师、导人，换说话就讲一直清点倒佫是这周太太，阮是毋知甲我讲安尼今日无想要来了。我当线香的要求上天慈悲会当互咱助人成功还好天师的互咱真正有导人成功透过咱赵老师的因缘嘛是讲伊要导人所以伫这因缘内底学校会使讲即个给人数咱自备，真导人做歹做的，较输囝，但是各位前贤，只要我们有心，只要咱有心有因缘。你真正家己创造以这个机会了我深深的体会，只要你有心去做，应该咱社工老师拢伫边仔甲咱斗阵，我昨年就请社工老师一定互阮建议爱做人成功所以呢，而且咱非常感谢的天文师长。那么这非常爱困的时间各位姐姐，咱还是搁来到学校共同来学习，但是呢，有啥物爱来学习？而且咱今日人果讲你听道理，下时拍开，对不对？这资本法师就怎么讲有出地法师我看做阵看你是要体来听，倒来听还是要一边听一边运动，拢会使。为什么爱来到咱这重要性上？各位今日能了解。不过咱重要性上内底，伊有佛讲的保障，有天命的殊胜之的，咱今日请一定爱来到。有当来开发会，
因为来讲佛堂就是发挥，那么佛堂会互咱啥物？互咱出侪受益，互我深深的体会，互我知咱佛堂开始250年来，互我感受讲，咱佛堂互人的真正生机无限。哦，为虾米伊互咱改变命运？互咱改变咱所有人生过的改变，真侪无如意的，甲咱转化为如意的代志，互咱真正拢会当顺心如意。各位姐姐，这是咱人生当中所要求。那为虾米会当互咱会当有遮尔大的成绩？不过就是咱拢来研究真理的，对不对？咱今日来研究真理，咱今日电脑是教学校，甲各位研究拢无讲趁钱的代志，吼，也嘛无讲股票的代志，咱拢是咧研究真理。那么为虾米咱真理自然了，咱会当改变命运？因为咱经历了咱就好修行啊，哦。那么好修行了后，咱一切拢从善如流。